喂，做乜最近成日嚟踢波啊？聽講你又要返工又要拍拖，之前仲話報咗名上堂學急救，大忙人嚟噶喎。係就係上堂，但我報讀咗香港紅十字會培訓中心嘅結合式教學課程，有一半嘅時間留喺屋企上網課學習理論，時間就鬆動好多啦。至於另一半時間就去紅十字會培訓中心上實體堂，親身學習急救處理嘅技巧，有問題嗰陣都可以喺面授課嘅時候問講師。留喺屋企上堂，即係 Zoom 啊？唔係 Zoom 啊，係香港紅十字會培訓中心嘅網上學習平台。只要喺考試之前有一機在手，就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上學習平台上理論課，期間仲可以隨時撳停止或者重溫，可以自己安排上堂時間之餘，仲可以根據我嘅學習進度調整添。哇，咁樣好似好方便喎，唔使咁多時間去班房上堂，時間就更加彈性啦。但係結合式教學嘅認受性會唔會有差別㗎？當然唔會啦。理論部分透過網上平台學習，確保內容準確而且統一。只要同學喺限期前睇晒網上課堂嘅理論課，兼上晒實體堂就可以考試㗎啦。仲可以喺考試之前無限重溫網上平台嘅課堂內容添。而且結合式教學同全面授教學嘅證書係一樣，所以唔使擔心認受性嘅方面會有差別。咦，人呢？考緊去培訓中心報急救或者健康護理課程啊！喂，上紅十字會培訓中心嘅網頁已經有得報讀啦喎。